讲我哋那经验为啥？我哋我条规会议应答先会先先会谈。哦，哎，我应该喺谈之后，诶，一家一家会。
以前我这个国家了，在国家你进攻你国家不讲，那么也经过这个医疗，啊，所以这个进攻这个但不然现在规划啊，叫解决啊，